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開明於道一，使徒行傳17章1至9節。保羅和西拉經過暗非波里、阿波羅尼亞，來到帖撒羅尼迦，在那裏有猶太人的會堂。保羅照他素常的規矩進去，一連3個安息日，本着聖經與他們辯論，講解陳明基督必須受害，從死裏復活。又說：我所傳與你們的這位耶穌就是基督。他們中間有些人聽了勸，就附從保羅和西拉，並有許多虔敬的希利尼人，尊貴的婦女也不少。但那不信的猶太人心裏嫉妒，招聚了些市井匪類，搭伙成群，聳動合城的人闖進耶孫的家，要將保羅、西拉帶到百姓那裏。找不着他們，就把耶孫和幾個弟兄拉到地方官那裏，喊叫說：那攪亂天下的也到這裏來了。耶孫收留他們。這些人都違背該撒的命令，說另有一個王耶穌。眾人和地方官聽見這話，就驚慌了，於是取了耶孫和其餘之人的寶藏，就釋放了他們。請細心思想以上經文1至3節。保羅嘅團隊嚟到一個新嘅地方，都係先去猶太會堂向猶太人講道。經文提到佢同猶太人辯論，佢哋辯論乜嘢呢？喺第2節4至9節，辯論帶嚟乜嘢結果呢？經文提到不信的猶太人心裏嫉妒，佢哋唔信乜嘢呢？嫉妒乜嘢呢？嫉妒促使佢哋做乜嘢事呢？耶孫係乜嘢人呢？點解佢被牽連入呢件事當中呢？讓我哋一齊默想經文對我哋嘅意義啊！喺使徒行傳記錄保羅第2次宣教嘅行程中，第1次記錄佢哋被捕，係因為保羅使一個靠鬼得財利嘅人冇鬼用，喺上一單元。而今次被捕，則係因為有人信耶穌而使猶太人嫉妒。比較2次被捕，今次猶太人比嗰個冇鬼用嘅人更加無所不用其技。佢哋唔單止用叛國罪名去動用政治力量，佢哋亦都招聚咗市井匪類嘅黑幫力量。保羅今次冇被捕，完全因為佢嘅同伴，包括耶孫保護佢哋。最近你有冇留意到有乜嘢人或者事喺度阻撓福音傳揚嘅呢？佢哋點解厭惡福音呢？佢哋用乜嘢方法去壓制信徒呢？作為弟兄姊妹，我哋可以做乜嘢去互相支持呢？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。材料改編自國正網絡細味煮物語，原作者楊海恒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，聽日見啦！